俺传统的，搿是上了因为有看到了嘛。高搿木上高批，烘火候高批蛋河。俺就是养鸭，养鸭些以前种草会偏偏啊，以前会偏个啦。偏个些水养无上下，也是挺重要为所啦。冲锋阵以前冲头会，该全部该背头该为背头啦，大量只空个背去，大量空到去背去做上去啊。因为俺哩不会占嘛，那个小气啊，以前做蛋糕啊，收落蛋糕去，基本都要做收出去啊。铺啊不是啊，你是铺落去是自然的，一直没有对流啦，这是自然的啦。传统啊是冬天好小暖，热天是好凉。这斯拉布啊，这的现在是好热，全部按冷气。从来讲话唔是按冷气做对啦。佢个出门看到头啊，风头啊，佢自然到个上去，佢就个热烧起就往蛋糕去，佢不到这么为说是够啊。通常是从7、8个从南过来嘛，个蛋糕烧土，人家啲到了是凉啊，大下子从那风都是凉的呀，唔会烧啊。那种错了，从那帮木插去进线是吧？又转错啊！呀，从那样插落去是唔个个咧是设计的问题啊。按照这样俺就他设计哈是唔是转错啊？所以咧不是好过啊。咧做咧不懂，就是做嘅不也咪下辈是唔是转错啊？这个头白人好长啊，就不做矮啊。所以咧往不按过是基本动我插我蛋糕去啊。你那是有看啊？那台湾没有看咩？个车上一条车，会派出了多不多帮不人哈。这排做个人影像做在做人物啊，普通人影是出门做8角度的人啊，变态迄两片车咧那变态啦。还个人物个一堵，他那是下马路过来是堵啦，下马路堵，上马路过来是五两啦，讲5两啦，5支啦。咱咧出去个了是叫做人头啊，咱天然出去个2条牙齿用还是按照个种个啊腰带啊，腰带是表示讲你咧人头咧是天然用腰带咧，他个那吊个那意思啊，因为装潢个是啦，冇办法功能啦哈，是头白人做的东西，其实按人讲个理是按人啦。